咱来相祈祷。啥主，伫即个Lenten season，全世界基督徒伫消念你的受难。阮感谢你，互阮有平安的所在，伫遮通敬拜。阮也会记得伫 Ukraine， 真侪人伫受苦，为着战争逃命，亲人朋友死失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少年因。阮伫即个时阵要送到对约翰甲雅各来相答学习，对阮主耶稣的教示，阮恳求你的圣神对阮讲话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顶礼拜有讲吼，伫即个 Lenten season， 我要用耶稣伫十字架路上所拄着的人。顶礼拜人讲魔鬼吼，即礼拜我要甲咱三角想吼。你看今仔日咱读的圣经，你大概知影看会出来。我要讲雅各甲约翰即两个兄弟仔吼。我后礼拜会讲彼得甲犹大。我要敬耶稣的学生甲对耶稣的人，无一定是12个中间的人。咱来三角想即个Lenten season到国外者，咱拢来想遮个人的代志吼。咱拢知影，伫马太甲马可的第4章，马太第4章甲马可第1章，讲耶稣有一日伫迄加利利海的边仔咧行，看到彼得甲安德烈两个兄弟仔伫咧讨鱼，甲伊讲来对我，啊彼得甲安德烈对耶稣行，佫行无远，拄着有西比太的囝，特别记伊的老爸名，西比太的囝。雅各甲约翰，耶稣嘛讲来对我，啊，因两个放离开因的职业去对耶稣，所以即4个拢是讨戏的。伫耶稣传道的生涯中间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哪像甲耶稣足活的？耶稣开始调4个人，有一个安德烈。是安怎安德烈无伫迄3个呢？敢若3个甲耶稣上活。你若读福音传内底，我相信咱伫教会出入真久的人，大概我若讲的遮，咱大家拢大概知影。咱后礼拜要讲彼得，所以我今日无要讲彼得。即3个吼，伫耶稣的身躯边，耶稣特别的场合拢带因3个去。伊耶稣伫马可第9章遐。耶稣去山顶，啊，伫遐变貌，伊变伊的形象，啊，伊甲以利亚甲摩西讲话，伊就是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敢若3个去尔尔。啊，过来伫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马可第14章第32节遐，耶稣到克西马尼园叫10个学生伫，剩迄阵啊剩9个啊，伫遐等，啊，伊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3个。佫走进前，较入去内底，也伫遐祈祷。啊，要入去的时候，马可写讲吼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甲因做伙，甲伊做伙，伊真惊吓，非常痛苦。耶稣伫迄个克西马尼园吼，敢若知影耶稣真惊吓，真痛苦。咱拢普通想讲耶稣有钉十字架，咱肉拢袂掉啊，就要钉十字架。马可讲伊真惊，马可对倒听，马可吼，伊毋捌遇着耶稣，伊所有的资料拢对彼得摕，所以彼得、雅各、约翰3个甲耶稣去西马尼要祈祷吼，耶稣会惊呢，啊伊吼，伊讲伊惊吓非常痛苦，啊伊甲因讲吼。我的心忧伤到要死。耶稣甲因即3个讲，所以耶稣将伊的心腹的话拢甲即3个人讲。雅各甲约翰两个兄弟拢知影，啊，伊叫因讲伫遐警醒。所以雅各甲约翰是耶稣的心腹的朋友。咱来看约翰甲雅各甲约翰即两个兄弟仔的性格吼，伫圣经内底，你若有哪去找时吼，你会当看到真侪物件。
伫马可第3章吼，马可写耶稣所敬12个使徒的名，敢若伫马可有讲即项代志，讲到约翰甲雅各即2个兄弟仔的时吼，马可讲吼，因2个耶稣称因做叛尼基，叛尼基是希腊文啦，叛尼基，迄个意思是雷的囝，雷的囝。咱新约的圣经哦，翻了较台湾面，味讲因的绰号做雷公仔囝，雷公仔囝，这真台湾话哦。你叫做雷公仔囝，啊是搁一摆，这也是对彼得来的，彼得才知影这个代志，路加无可能知影，马太嘛尾仔才甲耶稣做的，所以因可能，那这是彼得才知影，因2个互迄个。马可讲，因2个是雷公仔囝，是安怎是雷公仔囝？马可无讲，总是伫路加第9章第51知影吼，有一个故事讲，耶稣甲伊的学生要去耶路撒冷，啊对撒玛利亚过，迄撒玛利亚人哦，听着看着因是犹太人，啊，搁因要去耶路撒冷，无要互因入因的休舍，要甲因赶出去。哦，马可甲约翰2个吼，即2个雷公仔囝足受气的，去甲耶稣讲：会因对咱安尼吼，你对天祈祷，对天叫上帝降火，规个砖头也是好了。可能是伫讲即个代志，马可无讲，总是可能一个真歹性地啦。搁一个所在吼，嘛是伫马可第9章，约翰去甲耶稣讲吼，有人吼用你的名赶鬼。啊，传讲用你的名吼，伊毋是甲咱做阵的人，伊用你的名，我甲伊动。你捌看着咱细汉的时候，囡仔吼，恁遐有流热的时候，啊，足侪囡仔拢来看吼，啊，迄囡仔拢会共赶的，恁捌安尼无？约翰就是安尼呢，讲伊吼，也毋是甲咱同阵的啊，哪会用你的名咧赶鬼个迄落？我甲动。耶稣甲伊讲，你毋通甲伊动。耶稣讲一句足出名的话，伊讲吼，若毋是对着咱的，就是剜咱。即句话吼，你家想，毋是对着我的，就是剜我。咱普通是毋是剜我的，拢是对着我，敢毋是？咱咧做代志常常是安尼呢。耶稣甲约翰讲，你毋好甲动，伊无对着咱。就是咱的朋友，这市场加足化的。你甲看，我定即2个例吼，你甲看，雅各甲约翰即2个吼，歹性地，抑阁真高僻性，甲伊无共款的拢袂行。这是因的性格。但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吼，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我想咱逐个嘛拢真熟。即2个兄弟仔吼，去甲耶稣讲一个要坐。伫耶稣的阳光的是一个要坐正边，一个对坐倒边。普通的人吼，拢讲即2个足白目的啦，足毋敢，足敢死的，敢做即个代志。理由是安怎呢？迄个头前吼，我读几节互恁听，对第10章的32节到34节，我读互恁听吼。耶稣甲伊的门徒上耶路撒冷的路中，伊行伫头前。门徒感觉真奇怪，地个人真惊吓。耶稣搁一遍带12个使徒去边仔，将伊伫咧拄着的事甲因讲。当咱要上耶路撒冷，人子会受出卖，互祭司长甲经学教师，因为甲伊定死罪，后来将伊交互外邦人。因会甲伊彼人配烂鞭拍，害死3日后，伊会搁活。即个前啊，耶稣才拄讲，伊对12个以外，还有对个人，对伊人感觉空气真毋对。即摆去耶路撒冷，空气真歹。啊，耶稣知影，就叫12个雅各甲约翰伫内底，甲因讲。伊去耶路撒冷所会拄着的代志，即个代志耶稣拄仔讲了吼，因2个去甲耶稣讲，
你的国来的时候，互阮一个坐你的正面，一个坐你的倒面。普通我听到的讲道哦，牧师的讲道，若咧讲到即两个即个代志的时，拢讲哦，即两个足自私的，后尾啊足，讲较白，真颜面的吼。你毋知影这偌厉害咯？哦，马太第20章吼有写即个故事，毋是因两个去讨，是讲因老母带因去甲耶稣讲，迄吼。迄若用马太讲道吼，连因们老母嘛袂惨落，讲因老母啊，即两个吼妈宝，食到遮大汉啊，你代志都叫恁老母甲你去，因为耶稣伫第38节甲因讲，恁毋知影恁所求的是啥，我要啉的杯，恁会当啉的；我要受的洗，恁会当会受的。耶稣甲因讲，恁咧求这吼，恁咧求啥？恁毋知啦。我读到即句的时阵，有时咱咧祈祷嘛，安尼你知影？有时咱咧祈祷呢，咱毋知咱咧求啥。我捌差不多1年外前，我应该伫 YouTube 吼看到 Jimmy Carter， 迄个总统伫互人伊伫互人访问，伊拄仔要出一本册啊，人请伊去，伊是真有信仰的人，伊一生拢咧教主日咯吼。伊吼迄个 host 就甲问讲，啊你是基督徒，啊你有咧祈祷无？伊讲有啊，我有咧祈祷。啊伊甲问讲，啊你有替 Trump 祈祷无？伊讲有啊。啊讲，啊你怎啊替伊祈祷？啊我着祈祷讲上帝啊，你互伊有知识吼，啊互伊安尼好做总统安尼吼。啊迄个 host 就甲问讲，啊上帝敢有听你祈祷？啊Jimmy Carter 想一个人了讲吼，阮牧师甲我讲吼，祈祷吼，上帝反应有3款。第一款是 yes， 第二款是 no， 啊，搁一款吼，讲做 you gotta be kidding， 即个你也咧求，迄个意思啦。这是咧经体 Trump， 讲连 Trump 你求上帝互 Trump 互知识啦，即个你也咧求。我这讲这是互恁较袂爱困，甲我今仔日要讲的无关系。总是有时咱的祈祷是安尼呢。咱咧祈祷，咱咧求啥毋知？耶稣甲伊问讲，我啉的杯，我要啉的杯，恁会当啉袂？我要受的洗，恁会当受？因两个拢毋免想，阮会。大家吼，若咧讲到这两个时，讲到遮的是讲，毋若白目，佫毋惊死。你知影耶稣咧讲啥无？耶稣是甲恁问即个问题是咧讲啥？恁知无？我想伊毋知，大半对即两个约翰甲雅各拢是否定性的。我今仔日要替因讲话，咱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耶稣拄拄甲因讲，伊去耶路撒冷，互掠的，互骗烂的，互拍的，互钉死，听起来足悲哀的，敢毋是？即两个吼。耶稣讲安尼了吼，甲耶稣讲你的阳光交一日，别个咧原谅你的国力能交的是，互阮一个坐正面，一个坐倒面。例如你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即两个耶稣虽讲讲伊会死吼，因两个还佫想讲耶稣会赢呢，敢是？毋是你方顶是个。你阳光来的是会起反，互阮一个坐正面，一个怎？这是对耶稣投信任票呢。例如我感觉，因可能无想甲遐尼济，敢若因我下来了。因甲耶稣讲，阮一个坐边，可能是拢出伫自私，毋过伫迄个空气的下面，因甲耶稣要求安尼，我想耶稣。大概啊，感觉讲，戆囡仔咧，恁咧求啥？恁知无？啊，你佫恁讲你会，总是耶稣拢无受气呢。
耶稣拢无受去，这若要我绝对舞起来。你这白目的吼，耶稣无，耶稣甲讲，你就啥你毋知，我会飞，我会水，你有法度。因两个拢讲原话。我吼，迄落较少年的时，迄阵仔读大学的时候，老实讲，有时啊，互阮老爸母头壳真疼。啊，我若有做啥物代志吼，阮老母甲阮老爸常常甲我骂我一句话，讲你吼，你食饭骹中蒙天凊凊。恁捌有骂即句话无？就是你少年人，你也毋知影是啥，你想讲世间遐尔简单啊？即两个有影食饭骹中蒙天凊凊，你知影？我今仔日经诗篇131篇吼，什物长音的囡仔安怎？恁有感觉？恁伫迄个体验的时，恁有感觉？你今仔日经即个无？恁有迄落感觉？恁有诶人举手，拢无感觉无？恁真乖咧吼！我甲你讲，我今仔日经即个诗篇吼，敢若为着一句话，这是代笔写的。伊头一节，伊讲上主啊。我的心无骄傲，无自高，代志伤大超过我的能力，我毋敢做。我想代笔应该是伫较年老的时才写即句话。伊讲超过我的气力的吼，代志我毋敢做。伊毋知超过伊的气力的代志，伊去做，毋知受偌济苦啊！伊甲上帝讲，伤大条的代志我毋敢做。耶稣因两个应对时，耶稣安怎讲？伊讲：我所要啉的杯，恁会啉；我所受的洗，恁也会洗。总是坐正平甲坐我的正平甲倒平的，毋是我会当决定的，上帝才会当决定。即项代志吼，要决定即项代志，对耶稣来讲，原来是伤大条的。耶稣讲：这我无法度，这你爱去问上帝。因为我相信因无想讲耶稣所伫讲的杯是伊的受苦，伊所讲的死是伊的要受定死。总是耶稣讲：坐正平倒平，毋是我。总是耶稣讲一句话吼，讲我所要啉的杯，恁要啉；我所受的洗，恁要受。即句话，耶稣毋是乌白讲的。即耶稣讲即句话吼，伊后壁有意思伫遐。学生有影，你讲我到即满即两个安尼。乌白球安尼，总是耶稣讲，不要紧，看起来规阵拢线啦。哦，毋过耶稣讲，我所受的苦，恁会受；我所啉的杯，恁会啉；我所受的洗，恁原来会受。伊安怎知影这？我相信这是耶稣对这学生还阁有信心。我拄仔讲，雅各甲约翰对耶稣安尼求的是对耶稣有信心。耶稣讲即句嘛是对因有信心的。耶稣知影，目前有影规阵线，总是伊知影，伊搁活了，这学生会改变。耶稣有迄个信心。顶礼拜咱查经的时，我有讲吼，耶稣向兄弟啊，雅各甲犹大，咱读旧约啊，雅各甲犹大两个人，因两个本来无信即个大兄呢，本来是看伊做小的呢，总是耶稣过活了，因两个拢改变。雅各甲犹大写因的伫新约内底，雅各书甲犹大书，因毋敢讲阮是耶稣基督的小弟呢。因拢讲，阮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迄个改变。耶稣有自信，这囡仔即马看起来吼，酷酷显，徛袂在，到
搁活了，我搁活了，因一定会改变。毋来改变，因会欢喜啉我的杯，会甘愿受我的洗。这是耶稣的事情呢。那因啉什么杯，因受什么洗？咱一个一个来看，咱先来讲雅各。雅各伫圣经内底资料真少，理由是吼，伊伫五旬节了后无偌久，伊就殉教。伫迄个《使徒行传》第12章第1节，路加讲哦，希律王下手迫害教会一寡人，用刀杀死约翰的兄哥雅各。雅各迄个时阵，就去互迄个就去互希律王杀死。希律王要迫害教会吼，伊对雅各上大声杀，一定雅各真拍拼，才会引起伊的注意。五旬节了，咱差不多毋捌听到雅各的代志，听到雅各的代志已经殉教，所以内底伊的记述真少。路加搁落去讲哦，讲伊希律王杀雅各了吼，一寡反对耶稣的这犹太人真欢喜，感觉讲你做了真对。啊，伊看到犹太人欢喜吼，迄个路加讲哦，伊过落下手掠彼得，彼得为着安尼互掠去关伫监狱，啊，伊咧困，啊，地动天使来带伊出去，迄个故事就是对遮来。你看，上大声掠雅各，杀雅各了，才要杀彼得。伊拢咧掠迄大尾的呢，上啥人上大尾？雅各，一定是。所以希律对伊下毒手，伊为着安尼殉教，伊有啉耶稣的杯，伊有受耶稣的洗。约翰呢？约翰可能是在使徒内底活上久的人，活上长的人。照传说讲，迄个约翰第19章，耶稣伫死皮过顶的时，讲伊看到伊的老母，甲伊所疼的学生，但传统上拢讲是约翰。耶稣甲伊的老母讲，看你的囝，甲伊的学生讲，看你的老母。圣经甲咱讲，对迄个时阵，耶稣死了后，迄个学生带耶稣的老母转去服侍，所以耶稣离开了，约翰受交代，照顾玛利亚。过了后，伊有去以弗所做牧师，伫以弗所做牧师。五旬节了，五旬节伫使徒行传第3章咱有读到。我无偌久以前用即个故事讲到，伊甲约翰甲彼得两个要去圣殿祈祷，看到遐坐一个软骹的，恁会记迄个故事袂？彼得甲约翰医好了，迄个手会对出事就徛袂起来的人吼，爬起来吟诗阿罗上帝唱歌，啊，伫遐甲因斗做见证。为着安尼，彼得甲约翰迄暗嘛互掠去关，讲是天暗嘛，才毋甲放因转去，甲掠去关。过早起甲因审问，彼得甲约翰伫遐无免留步，因叫伊袂使阁讲哪使着耶稣的代志，因甲伊应讲，阮目睭所看见，阮袂使无讲。遐尼勇敢，约翰。后来伊有去以弗所做牧师。伫以弗所的时受迫害，互人掠去拔毛的海事，伫遐放逐去遐，伊伫遐看见异象，写启示录。了后，伊佫倒转来以弗所，伊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，约翰1、2、3书的作者。
你若去读约翰1、2、3书甲约翰福音段，咱常常在念耶稣讲，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有听恁，这是我的命令。这约翰写的。伫约翰1书的内底，伊嘛写专的关于听的代志。伊讲，有听的人捌上帝，无听的人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听。即句话嘛，伊讲的。伊佫讲，伊听咱三听，因为伊大声听咱。这个话拢是约翰讲的。因为我拄仔讲吼，雷公仔囝呢，即个歹性地，佫败克性遐尼强的雷公仔囝，约翰转变做一个听的使徒。伊所写伊的歌词，拢在讲听的代志。照传说讲，我到伊晚年的时，因为差不多袂讲道啊啦，啊真侪人，啊毋过人要爱听伊讲，啊伊嘛毋知要讲啥，有人甲伊扶去头前，伊干那讲一句：细囝，恁着三听。这个约翰，耶稣搁活了，改变。因有失败啦，因甲耶稣因讲我会了，过落去耶稣去克西马尼祈祷，耶稣要互掠的是规天走到无看会，无看人，连彼得讲我一定要对你到死嘛3摆毋认伊，因有失败啦。啊，咱有时啊拢在讲因的失败，啊，咱耶稣若问咱讲。我会背恁的恁袂，我会说恁的说袂。你要安怎样？我要安怎样？看卖咧啦吼，耶稣啊，看卖咧啦。啊，咱再佫讲啦。因甲因会有影真闹开，有影。咱是惊闹开，毋敢因是无？还是咱惊失败？咱拢捌因下，你知无？领洗礼的时，牧师拢有问呢，逐个拢嘛讲下。结婚式，逐个拢嘛讲下，啊毋是安尼。你这位，咱拢会失败啦，总是毋通放弃。我读一句话，我伫 internet 读着，毋知谁讲的，我也毋知。写讲上帝拢用失败过的人啦。因为世间无别款人啊，你甲想即句话没有？上帝拢用捌失败过的人，世间无别款人啊，咱逐个拢共款。咱来看耶稣安怎处理即个场面，耶稣安怎处理即个场面？马可甲马太两个拢写讲吼，雅各甲约翰去甲耶稣讲要坐正面，甲要坐倒面吼。迄10个吼，拢足受气，受气即两个兄弟啊，受气啥？毋是受气讲因去冒犯耶稣呢，受气讲，恁两个一个坐正面，一个倒面，啊，我袂，我要坐伊遐骹上，恁两个一个要坐正面，一个要坐停。耶稣安怎处理？耶稣无讲，咱慢，咱来想办法啦吼。咱吼，互恁通通有讲啊！啊，若无咱来坐因倒啊。毋过坐因倒啊，咱台湾人因倒啊嘛有大位，敢毋是？因倒嘛有大位，若毋是我白坐呢。列位，伫即个场面吼，大家伫遐怨妒，伫遐相争的中间吼，你要解决啥物代志，无法度解决。用人的方法拢无法度，有竞争的所在。一定有赢有输，选举是安尼，球赛安尼，差不多拢共款。竞争的所在一定会冤家，甚至会相杀。耶稣会利用这个机会教育。耶稣讲这个话吼，我想咱拢定定咧听，不过我想我换咱读一遍吼，对。40、20开始，耶稣叫因来，甲因讲：恁知
伫外邦人的中间，遐会互人看做统治者的做主，甲因管辖，因的领袖甲因治理。不过恁中间就毋应该安尼，恁中间爱做大个，就做恁的妻佣；爱做第一个，就做正人的奴仆。因为人子来，毋是要互人服侍，反正是要甲人服侍，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，赎回真济人。耶稣利用即个机会，教因讲，毋通安尼冤家啦，就爱用一项物件，英语做 servanthood。我去找字典吼，无即字找袂着。servanthood 意思是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菲律宾迄讲处奴仆的形状啦。处奴做人的奴仆，甘愿做人。伊拄仔讲的着，你要做头的，你就爱做人的妻佣；你要做第一个，你爱做人的奴仆。耶稣知影有竞争的所在，一定会冤家。迄是 win 甲 lose， 毋是你赢我输，就是我赢你输。一定有一个会赢，有一个会输。无人要输，怎会赢？总是耶稣教因一个方法，互相服侍 ，in servanthood， 互相服侍，会当创造一个两边拢赢的团结出来。这是耶稣的机会教育。若讲到这吼，我伫准备的时也是，我真爱用腓立比第2章。腓立比第2章，咱腓立比书已经查了吼。即章有第2章的第60到第11节，是伫保罗伫写保罗耶稣的一首诗，到底是伊家己写的，还是初代教会的诗？大家咧用的诗，总是伫保罗耶稣是安怎因会遐尼尊敬耶稣？我慢慢读吼，咱安尼听吼。伊讲伊耶稣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。伊反正摒空家己，处奴仆的形状，出世甲人相款，用人的形体出现，以自愿谦卑，顺服到至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耶稣毋是干那凊彩嘴讲的，讲恁逐个都爱去做人的奴仆，伊家己毋。保罗是遮讲的，伊用伊的性命互人看。若讲耶稣做奴仆形状，我想咱逐个拢头壳底拢想耶稣甲学生洗骹的代志。耶稣甲学生洗骹的代志，伊真正做奴仆，服侍人，甚至牺牲伊的性命。过落去，保罗讲，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，使伊超过万名的名号。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，天顶、地上、地下，一切的骹头拢会跪拜，逐个喙拢会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来荣耀爸上帝。保罗伫遮讲，为着安尼，上帝甲伊高升，上帝甲伊高升，毋是家己讲的呢，毋是家己讲的，上帝甲伊高升。所以这，我用我家己做例，可能恁会较知影我讲，嘛较袂得失人啦。假使我做一个牧师，甲恁讲哦。我张信义对即马起吼，要做恁的妻佣，要做恁的奴仆，所以恁着看我做大个吼，看我做第一个。你想你会安怎甲我用？你做你遐等啦，一定安尼嘛。恁安尼我有无话讲啦？
无人会当安尼做。欢喜做人的萝卜，毋是用嘴讲的。要做萝卜是一个生活的形态 ，lifestyle。你若是欢喜做人的萝卜，上帝会真欢喜。边仔的人原来会尊敬你，欢喜看你做上大个，迄袂使用压迫的。耶稣有迄个地位，是因为伊做萝卜，上帝赋予遐尼悬。佫一句英语吼，伫讲耶稣做萝卜做，逐个拢跪拜，叫做 servant king。我要翻做中文，我毋知要安怎翻啦。servant king 萝卜王毋对咧，意思是吼，伊做萝卜，就是因为伊做萝卜，所以做王。所以讲耶稣是 servant king。耶稣是查甫的，所以讲 servant king。即个姊妹，恁会使追求做 servant queen。这也是我对雅各甲约翰，咱看因两个，有啦，因讲会啊，因有影是真诶，咱对因会当无着啥，我用这个做结论。我想咱对因会当头一项对，对因所信的因有信心。我拄好讲，因对也伫迄个环境内底，因还阁对耶稣有信心。佫一项会记得咱的誓约，你应讲我会，就爱尽量去做。咱拢会失败，总是毋通放弃，求上帝帮助。上尾啊，伫主的听的内面，咱三角来追求做 servant king 甲 servant queen， 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伫阮的生活中间，常常讲阮要学阮的主耶稣，就是阮知，阮无法度学。阮感谢你，学这信仰的先辈，雅各甲约翰，因有缺点，因有毋对，总是因持守，因对你的应允，啉阮的主的杯。受阮的主的洗，做阮的好模样。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欢喜做人的菜用，欢喜做人的萝卜，做你的萝卜。帮助阮做 servant king， 帮助阮做 servant queen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